小工作室木屑飞扬，刨开的木料将来要变成优美提琴。制琴师于荣华做了20多年手工琴，作品全都烙上台湾的印记。蝴蝶，那我标志，我的作品里面每只有标志，有这个标志。您的作品每一只琴上面都有一只蝴蝶，对不对？太懂太懂，没办法拆下来，一拆下来琴就坏了。翩翩蝴蝶标明台湾的骄傲，手工打造的提琴反复涂上数十次的植物漆，和工厂出品使用化学漆大大不同。漆无关好坏，对，至少点不好这样。所以你就坚持不要用亮光漆。不要用。一身技艺，于荣华自己做琴也愿意传授。不少学生学制琴用作移民谋生之用，但若想短期速成，他敬谢不敏，是个十足的性情中人。你说马上要靠这个生存的话，我不需要，没那种把握。你说为了以后退休，为了有兴趣的话，不需要。很多人找我开工厂啊，我说不用开，那前后之间给10万支过比较快。用台湾孟宗竹做成的提琴风靡欧洲，于荣华的琴像小小文化大使，有40-50把，常年在世界各地参展旅行。真性情的制琴师还要为动人音符继续努力。制琴，然后也帮人家修理。如果麻烦你了，客家话怎么说？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？麻烦你哦。麻烦喽，麻烦喽，麻烦喽。